知影，雅各里别摕伊以后讲，伊竟然毋知上帝甲伊伫地。咱检查咱的人生，上帝甲咱伫地，咱毋知啊。咱竟然毋知，咱需要伫检查苦难中的时，咱才会更较体会到上帝的同在。这是第一个，因为伊的稳定甲咱同在。检查就是龙主，离迄款的，较知影讲伊的天父，还是伊的老爸，遐尼大的稳定，伊过去袂感激。这就是伫遮帮助咱了解讲上帝稳定何等的大。过来，伊要帮助咱，互咱看见上帝的稳定，也是上帝应允，就是永远的应邀，也要互咱。所以咱若有用应邀，用永远的眼光去看的是，永恒的眼光看的是，咱地上暂时的苦难就无算什么啦。所以这个苦难真紧就过去，这个苦难真紧过去。第三，上帝要亲自教整吼成全、成全恁、坚固恁、赐恁力量，互恁。而遮个通时你若讲较深入的研究的是，实在是甲哥林多后书拢真共款。咱伫遮甲翻做教整成全。即句话，你哥林多后书我有详细伫遐有讲到的是讲起，毋知你会记？遐翻做13章第9节甲11节，拢做翻做完全人啦。恁就做完全人，就是讲互上帝稳定伫咱的成就，上帝继续互咱完全啦，成全共迄字啦。啊，但是毋知伫遮拢为什么翻做成全？但是咱知影伫迄款的成全。是上帝的稳定中，日日来进步，日日来进步。咱讲完全的圣经有2字嘛，一字就讲成了，吼，耶稣讲成了完全，厉害完全。搁一个是家庭啦，这个是你讲家庭的完全，互上帝的完全，伊的坚固力量，拢伫咱的身上。你若感觉上帝有即款的应允，咱是受伊。来接受伊的稳定的时，咱愿意继续，互伊来咱的身上来接做，成做伊所欢喜的款式，这就是成全啦。这成全的意思，帮助咱会当了解这款的意思。伫英国博物馆有一个叫做船仔博物馆，听讲这个船仔博物馆内面。一台船啊，是荷兰的公司，1894年落水去水，开始行去太平洋，行来行去，这台船啊，伊这台船啊的经历是安尼，拄去落冰山138摆，触礁去敢若去落落边啊，条条的116摆，船啊起起烧13摆。互大海鹰，甲船仔迄条迄个竿吼后壁迄船杆弄歹203摆。哦，你看这船仔经过遮尔凄惨，但是船仔无沉落来。当然，伊这是你讲这个船仔，敢若受真大的保守。所以这台船仔你拍卖是英国一个保险公司，伊感觉这台船仔好像拢袂沉落遮尔大，伊就要用信用的眼光，伊就甲买起来。关乎这个英国博物馆，当然这是伊用这个故事要来描写讲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比这台船仔搁较是这款的款式。咱人生经过，你会当算为了会丰富经过，你家己你所算的是好啊算的是，愈算的是，咱愈拄着的是，愈感觉讲这台变形的船仔是真正是神力。伊无沉落，无安怎？啊，伊要来鼓励咱，咱若明白咱家己，伫上帝中，上帝固然是安尼咧保全咱，要成全咱的意思，互咱的人生伊的应允，绝对是真实。咱一定拢会得到成全啦。只有你肯愿意伫伊的面前来得到这个应允的假释。
应允的教师帮助咱。最后咱看见遮有伊彼得二遮上尾啊用宽面做教师啦，宽面彼得伊的宽面，伫即个所在12节到14节，伊讲我简单写即张批，互即个发叫西拉摕互恁宽面恁，咱知这宽面恁就讲用的一致的宽面，宽面恁的时，就是你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11节、第5章第1节，用遮个彼得讲我宽面恁的是，将所有宽面的内容拢写伫内面啦。宽面的内容，而遮所以无写，搁写出来，要提醒恁，我一直甲恁宽面的，就是你头啊规张批。伊上尾啊，这个批是提醒讲，我规张批遐内容，恁着搁去好啊读啦。我一直甲恁教教师，一直甲恁劝勉的，伫生活中恁着安怎做？咱伫第2章11节、5章第1节，遐拢有讲过。所以彼得伊遮是搁带一笔提醒。啊，咱伫查经，咱伫教会追求的是，咱是用上帝话彼此一直伫劝勉，咱生活中互相来教示。这是头一个彼得也是教劝勉的教师。咱的生活需要教师，需要不断的劝勉，需要不断无论你勉励、激励，还是你警告，顶面拢是彼得伫遐劝勉，也是咱你追求信仰的中间的劝勉，这是咱的生活方面。伊则佫用讲，佫证明，即个字。一般就讲指真理的教导啦，伊甲要证明，甲真理的教导要甲佫显明出来，伊嘛无讲内容啦，满的遮嘛无讲到内容，讲要证明什么？但是伊上要紧的一句话就讲，咱的真理上要紧的，就是上帝的恩是真实的，是真恩啦。伫真理的方面，咱要传福音，传来传到去，有人要传。即个福音内面就传到伦理，传到迄落耶稣的教示真好，耶稣安怎？但是无将上帝白白的恩，耶稣来就是上帝白白的恩啦。甚至有人讲，上帝的应允，上帝同在，赢过上帝的赦免。有人安尼讲。来讲真理内面，咱讲上帝赦免真伟大，但是上帝恩够较伟大，就讲包括伊的应允，伊而遐包括互咱搁来明白，即个恩是真恩，因为有即个恩的时，咱会起条伫即个信仰的顶面啦，帮助咱。啊，当然伊讲即个恩，伊即个教师要指张批啦，最尾后就讲，我即张批本来就是上帝恩啦，伊的较明的意思就讲。我家己会当写出这个物件，毋是看，是上帝恩。上帝要将真理教示恁的时，这是大大的上帝恩典。这是我要完成这个，伊有讲这几个人，而且会亲安的人，拢是帮助你完成这个恩典。甲有这个关系，就讲伊将这张批的目的会当传出去的时，拢经过这款的情况啦，伊的感恩的心啦。伊证明讲我真理的教导，毋是靠着我家己，我需要希拉，需要马可，需要正兄弟，需要大家替我祈祷。即张批短的批，伊感觉伊嘛真谦卑，讲我短的批，会当发生即个真理的教导的效果的是上帝恩啦。咱今日啊，你传福音，你教真理，咱也是讲我的知识真高，我逐项拢真高，上帝袂用。但是咱若真正知影讲这是上帝恩典的事，咱不配。但是诚做伊的出口的是上帝甲会使用，上帝甲会使用，这就是讲上帝恩就是完成这张批，帮助咱也了解的是咱大大细细的苦难，咱拢会当经过，咱会当起条伫上帝恩来明白，这就是彼得遮所讲出来，要互咱了解的，咱的信仰是凭着应许啊，咱的信仰凭着应允，毋是凭着解释。咱咧查圣经的时是抓着应允，毋是讲了解
安怎来解释这段的圣经？安怎来？上帝无将对你的难处提供解释。咱刚才讲，我一生才拄着的，上帝会当甲我解释，亲像约伯要求伊解释，上帝无解释。但是上帝要将伊的快乐赏赐互伊，互约伯，也要赏赐互咱。咱今日我是我靠应允，我靠这个真理，毋是统计。当然，咱去研究这个明白这个，是帮助咱搁较去强调，但是这毋是伊主要的目的。咱知影，咱上帝互咱的恩典，互咱的应允，咱需要去精进。上帝有侪应允伫以色列身上，但是因要去建立迦南地时，因需要精进，因需要代价。所以，上帝所赏赐互咱的，咱需要有这个责任啦。来讲，咱这个责任就是一个敢若真精进。你讲我得到上帝恩典，就是要为了这个责任，而遐来负起。至少咱的责任来完成，也是讲，互上帝更较大的责任，就是听的责任，会当来完成，来帮助咱，互咱拢知影，上帝有伊的水的旨意，有水的旨意。拄啊讲到一台船，咱嘛会当搁用一台船，检测用这台受咱所拄着的境况来做结束。有一台船，你大涌的中间。逐个船仔来拄着大涌，拢惊啊呢。但是有一个老阿婆啊，伫遐真安稳，伫遐祈祷上帝。当风涌过，船仔拢无代志的时，逐个问讲我你哪会遮尔安稳？伊讲我著祈祷上帝，我信靠伊啊。伊讲上帝啊，要即台船落沉落吼，我会当去天顶，甲我的大汉查某囝见面啊。若讲平安，我甲我带到英国的时，我会当甲我的第二查某囝见面啊。哦，伊讲当然，伊徛伫迄情况的时，伊拢真安稳。上帝敢若有应允。当然，咱无即款的情况，但是保罗互咱啥物情况？伊讲我宁愿甲离开这个世界，甲上帝伫地，因为咱若真正离开世界是甲上帝伫地，遮尔水，但是咱有这个责任无离开啦。所以你讲死，咱是主的人，你要惊什么？你若讲今日死，就是为了伊的责任，咱毋是贪生怕死，是为了咱的责任。上帝讲爱袂煞，你就要继续艰苦。若死到你上帝遐，所以真侪基督徒去开刀的时，伊拢祈祷醒起来，也是你天顶水的所在，也是转来佫看到遮个亲人的面，因拢袂惊吓。这必定也是伫即个艰难痛苦的时阵所勉励所有基督徒。对着遮尔痛苦的环境，你知影，迄阵时实在是受压迫、落家、所有种真正的困难的时间，安怎来信仰来宽免？真正互有即两款的选择，拢是水无比。愿上帝帮助咱，通过比着最后假时，咱真正甲信仰徛好，伫伊的关系的假时，应允的假时，咱知影咱的责任。伫宽免的时，咱继续来研究，就是将上帝伫咱的生活真理顶面咱需要的帮助咱，互相伫遐来鼓舞，来帮助，来扶持。